喺中年好聲音2勇奪亞軍嘅譚輝智，早前就喺九展開展咗佢第一個個人嘅演唱會。譚輝智 Fight for You 演唱會就喺6月8號播映，一連播出2個半小時啊，成功跑出成為首個開 show 嘅中二生啊，人氣真係勁爆啦！有睇中年好聲音2嘅都知佢唱歌好聽，但係佢其他嘅事情你哋又知唔知呢？我哋一齊嚟睇下。大家好，我係花莉。喺呢條影片開始之前，請大家俾個 like、訂閱同埋撳埋下邊嘅鐘仔支持我嘅分享。今日會講下譚輝智。譚輝智今年38歲，佢報稱自己係做廣告設計公司嘅。咁點解突然間會去開演唱會呢？事緣就係因為佢參加咗《中年好聲音2》呢個節目啦。《中年好聲音2》就係由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製作嘅音樂選秀節目嚟嘅，係中年好聲音系列嘅第2季，而參賽者嘅年齡一定要喺35歲或者以上，而且係要冇預先簽訂任何嘅唱片公司合約嘅。相信大家都知道譚輝智喺呢一次嘅中年好聲音2領到亞軍啦。點解佢會參加呢個比賽呢？原來佢係希望可以喺40歲之前做一件自己未做過嘅事，亦都希望2個小朋友可以知道爸爸曾經都試過突破自己。咁到咗某一個年紀要突破自己真係唔容易啊！另外譚輝智都有透露，佢嘅仔仔都好中意音樂，不過呢就冇試過喺爸爸面前唱歌。直至到有一次譚輝智為一個慈善節目獻唱嘅時候，仔仔睇到就覺得好開心。譚輝智更加透露未見過個仔仔咁開心啊！依家呢就講下佢嘅比賽之路。其實佢比賽都唔簡單噶，雖然喺第一場出賽嘅時候佢就以5盞燈晉級，甚至乎好順利去到總決賽，因為一首屈到病嘅舞姿更加殺入咗3強，本來就成為咗全晚嘅焦點。作為素人嘅參賽者，去到呢個環節佢就揀咗2年前推出嘅一首新歌《記憶棉》。佢不知張佳添就認為譚德志應該揀返20年前嘅歌，而唔應該揀只係面世咗2年嘅歌。而肥媽甚至乎狠批就話啦，點解會揀呢首歌㗎？玩嘢咩你家？你係玩我哋啊！喺呢個時候譚輝智就話啦，必殺技啊嘛。肥媽就再講到，殺係殺自己啊！你想死唔俾你去死嘅咩？而家其實我又睇唔出揀記憶棉有咩問題喎，反而覺得呢一隻歌都好適合佢。唔通下下都要唱舊歌咩？我相信佢成為咗歌手都會想有自己嘅歌，而佢揀得呢首歌，即係證明佢都可以唱下時下嘅 pop song。喺流行樂壇跟唔上潮流嘅話，仲點叫流行歌星啊？不過好遺憾只可以講，因為嗰啲評判都係一啲老派嘅人，就未必識一啲新歌，所以佢哋對於新歌就自然冇咁大共鳴噶啦。不過對於被指由於揀錯歌，所以導致大熱倒灶，譚輝智都好謙虛咁回應，就話啦，一直都唔覺得自己係大熱，仲透露自己更加睇好顏米高，亦都稱讚冠軍古卓明好有巨星嘅風範。佢都有講到揀記憶棉作為決賽嘅歌曲就一定係錯嘅，但係都承認係自己嘅任性，想唱自己中意嘅歌。咁我就唔可以覺得係錯嘅，只係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取捨啫。最後憑住佢一直好穩定嘅表現，拎得亞軍，同時都奪得觀眾最愛好聲音大獎，真係恭喜佢啊！咁講完佢嘅入行經過，不如講下佢嘅家庭啊。譚輝智就有透露自己呢早就喺2018年嘅時候就結咗婚，而且仲有2個仔女。喺最近網上就流傳一張譚輝智嘅結婚相，着起婚紗嘅譚太五官都好標緻喎，而且仲好有氣質添。網民紛紛都話好羨慕啊，又話呢係人生勝利組咁話。喺張相呢，佢個老婆又真係幾有明星相，幾靚㗎喎。另外，原來譚輝智又係一個有錢仔嚟㗎。佢本身仲要係馬主添，正愛區叫做可愛新星。至於點解叫做可愛呢？原來係因為佢嘅爸爸譚厄籌，佢嘅飲歌啊就叫做可愛的人生啊。根據資料所講，譚厄籌係經營地產建築生意，喺多年前就已經買賣村屋起家，後來更加成為地產發展商啊，唔怪得知咁有錢啊。另外更加參與元朗多個住宅嘅項目。喺2015年嘅報道更加有講啊，譚厄籌嘅公司同埋佢嘅生意夥伴以5300萬購入咗元朗洪水橋嘅地皮。
而譚輝智咧，原來同佢嘅爸爸譚厄籌咧，都係有個共同嘅興趣嘅喎，就係都係唱歌發燒友啊。咁譚厄籌咧，原來曾經出任過仁愛堂嘅總理，佢亦都有試過喺慈善演唱會裏邊演出，甚至乎同過汪明荃合唱添啊。正正因為譚厄籌呢個身份，所以咧都識到好多人嘅，其中一個就係修哥啊。修哥喺一開波見到阿譚輝智嘅時候，就同大家介紹啦。佢就話啦，各位朋友，呢個係我細侄嚟噶，又再同阿譚輝智熱情咁握手，又大讚佢聰明又乖仔。修哥都有解釋啊，因為咧同阿譚厄籌係好朋友嚟噶。另外，修哥又有爆料喎，話狄波拉咧係阿譚輝智嘅歌迷嚟噶。修哥話狄波拉啊，一路打麻雀，一路都要聽阿譚輝智唱歌啊。而去到4月17號嘅時候，鍾意生呢就一齊參加咗一個叫做中年好聲音2隆重登場慈善演唱會之後，就齊齊出席呢個慶功宴啦。咁喺18號嘅時候，東張西望就播出一段片段，就竟然見到譚輝智嘅頭號 fans 啊，狄波拉啊。譚輝智繼續施展佢嘅獨門武技跳唱，仲好嗨咁走到台下同超級粉絲拉姑擁抱。原來拉姑都早有準備嚟見偶像，仲特別訂做咗輝智肖像公仔送俾佢，令輝智受寵若驚啊！喺訪問上邊，狄波拉就被問到點解會視譚輝智做偶像嘅時候，佢就一副少女情懷咁就話啦，因為佢係輝智，冇得解釋噶，所以話有時中意起上嚟啊，真係冇得解釋啊。而喺一邊嘅譚輝智啊，佢就話好癲啊，真定假噶？喺呢個時候，狄波拉咧就一手拎住呢個 figure， 就再話啦，你睇下呢個咪知咯，佢首歌我都中意噶，得啦，唔好再問啦。喺呢個時候啊，拉姑啊仲即刻面紅紅咁，又不時遮面，少女情懷真係大爆發啦。喺隔籬嘅譚輝智啊，都即刻幫阿狄波拉解圍啊，就講到啦，我都好怕醜啊，所以我都唔敢相信啊。不過有個咁識欣賞自己嘅 fans， 真係會好開心嘅。咁講返佢最近嘅個人 show， 譚輝智 Fight for You 演唱會，譚輝智就獻唱咗我恨我痴心，為呢個演唱會揭開序幕。佢喺台上面就話啦，到呢一刻企喺呢度，我都好似發緊夢咁啊！我都成40歲人，竟然可以開到演唱會，我喺度好衷心咁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其實真係幾令人感動噶，因為有時候我哋嘅生活工作會令我哋失去咗追求夢想嘅意志，所以見到佢即使到咗40歲，仍然冇放棄追尋夢想，我都覺得好勁啊！喺當晚嘅演唱會，頭號 fans 狄波拉拉姑梗係有到場親身支持啦。譚輝智都有好識做咁講，佢就話啦，有一位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巨星，佢即係謝霆鋒啦，喺16歲嘅時候已經出道，佢唱嘅歌我由細聽到大。今晚我請到佢嘅阿媽拉姑嚟到，其實我唔係好明噶，你個仔咁出色，點解你會留意到我呢撇嘢呢？佢講完呢句之後，就唱出愛後餘生送俾拉姑，仲要親自嚟捧我場，成日都咁咧，咁我都要送翻2首歌。感動到台下嘅拉姑都眼濕濕啊！愛後餘生呢一首歌原唱就係謝霆鋒，而且呢一首歌都係好有名氣，裏邊嘅歌詞都係好有意思噶，例如係當中嘅一句，假使當初可以為了你忘了愛所有人，就可以見到歌詞當中流露真摯嘅愛。而我諗譚輝智揀呢一首歌，主要咧就係想以謝霆鋒嘅歌去表達對拉姑嘅感激之情啊。另外演唱會第一位嘉賓咧就係肥媽啦，譚輝智同埋肥媽一齊唱出重口味，兩個人邊唱邊跳，非常合拍，引爆全場嘅氣氛啊！另外向來搞鬼嘅譚輝智更加孖住一班中二生玩 cosplay 獻唱多首兒歌，化身成小學生柯南嘅譚輝智同 cosplay 龍珠角色嘅劉威王、顏米高、梁浩然同埋金永傑一齊合唱龍珠已逝，之後化身美少女戰士嘅陳如飛、林若瑩、
陳善婷、陳燕娜同埋周碧嘉就大晒長腿獻唱《美少女戰士》，譚輝智就喺一邊跳舞附和，好熱鬧。比賽之中，最後可以同一啲參賽者成為朋友，真係好難得，好開心嘅事啊！而喺呢個演唱會就設有問答嘅環節，譚輝智就親自解答各方嘅提問。有人就問啦，會唔會請拉姑做歌迷會嘅會長啊？喺呢個時候，台下嘅拉姑就親自回答。睇到啦，冇睇我睇到啦。少少嘅嗱，呢個咧就阿四問嘅，阿四係咪阿哥嚟㗎？應該係阿四哥問係嘛？成日戴太陽眼鏡嘅㗎嘛，曬啊嘛。OK， 嗱，拉姑咁中意你啊，會唔會叫佢做歌迷會嘅會長咧？你都係就正視呢個問題啦，係嘛？哇！呢題唔會問我，抽咗係啊。咁你想點啊？可以表達，不如個玩具都喺度。唔知拉姑喺度咩？拉姑喺度咩？拉姑喺度啊！拉姑喺邊啊？揮下手啊！拉姑話。拉姑喺邊啊？唔知佢。哇！咁你想點啊？不如俾佢答啊！得唔得？得唔得？係咪輝智講咩就好？喂，有冇人有咪？有啊！工作人員俾啲咪啊！拉姑聲啊！工作人員。啱㗎，係啊！拉姑揮手係啊！我睇到你揮手係啊！你唔係話唔好嘛？你揮手。大家好。Hello， 俾掌聲拉姑。大家好。你頭先嗰個問題再問一次好嗎？阿拉姑你啊，咁中意輝智啦，係。會唔會考慮做佢嘅歌迷會會長咁咧？我知道點答啦。歡呼緊。我有個謝霆鋒邀請我做會長，所以多謝你嘅邀請。多謝。會員都不如做做會員可以嘅。做阿四就得啦，因為我係以前係四嫂，所以可以做阿四。原來係拉姑自己問自己嘅呢條，咁都俾我抽到。喂，多謝拉姑。多謝。最後一條問題就係由阿輝智嘅老婆親自問到，佢就話啦：死仔包激親老婆點樣處理啊？喺呢個時候，譚輝智就笑笑口咁唱出離家出走送俾太太喎，真係認真大膽啊！但係事件梗係未完啦，佢激嬲完老婆之後就再出招，獻唱多首歌嚟氹返太太。多麼感激路途上遇上你，踏遍高山低谷，唯獨你為我撐起，跌過痛過被遺棄，你仍為我付出牽我手臂，多少辛酸伴隨着總有你，得到歡呼掌聲，明白到只輸不起你，我才自覺望見背影親吻着你。仲喺台上發表愛嘅宣言。老婆啦，好少叫老婆，不過台冇你嗌你名。咁咧喺呢一年咧，我走咗唱歌，咁啊好多嘢都好辛苦到你。咁啊，自從我走咗唱歌啦，係啊，處理我後面嘅實在太多。咁啊，你仲要湊住兩個小朋友，咁啊搞到你每日都唔夠瞓。咁啊，多謝你。令到老婆都感動爆喊啊！場面非常感人。去到演唱會嘅尾聲，輝智一次過獻唱幾首快歌，包括係有限日期、哎呀親親你，同埋最後再一次恭喜阿輝智可以搞一個個人嘅演唱會。希望呢其他嘅中意生都要繼續努力，可以快啲開到自己嘅個人演唱會啦。唔知大家最中意中年好聲音2裏邊嘅邊個參賽者呢？歡迎喺留言話俾我聽啊！如果中意我嘅分享，記得分享俾身邊嘅人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